休寒，囡仔真欢喜，天气好，别拢走出来运动。今仔日温度小热，高雄西北部有小可雾，落雨方面，较方便的北部、东北部会落小可阵雨。不过平地早暗嘛是凉凉，北部低温17度到18度，中部和南部地区较烧热，高温来到27到28度，东部地区是伫咧18度到24度。到明仔载拜五，风面来呀。今天的下半天之后，预计东北风稍微的增强，那下雨的状况就会比较明显。礼拜6的时候，也就是29号。那天气是最不稳定的哦，东南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呢，还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明仔载后日天气无稳定，拜6的气温会向阳降落来，咱人好年带来新气象。不过天气冷，民众嘛是拢爱穿雨袖。降温最明显的时候呢，会是在礼拜6，中南部也是相当的有感。那特别是中南部在29号水汽比较多的时候呢，温度跟北部呢其实相差不大。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还是可能下雨。看起来微落暝前一天到过灯天，会是上冷的时阵，有的所在低温可能降到10度卡刀。想要过一个好年，希望就要穿好高，做好防疫，较袂感冒、流鼻水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